嘛，过来这件嘛是恐怖，发生伫台北市的中山区，一个60外岁乡亲行经过南西商圈，结果一栋大楼的铁路突然间跌落来，拄啊好牵到这个乡亲的头壳，是整一缕大泪。这个实在互人活要惊死。大楼的管理员讲，虽然因这栋大楼厝龄40年了，但是顶个月这个外壁才扭过皮，才拄啊清理过。台北市建管处讲，因为已经共伤到过路人了，大楼若无继续来改善，相关会当罚款30万。真侪人伫咧等车顶，随着两个查甫人经过，规下块铁路雄雄往天顶跌落来，经过民众惊甲紧甲头摸咧，其中一个查甫人红击着伤，民众听了声音，拢甲头举悬看。事隔1日，重新回到案发现场，可以看到现场已经拉起封锁线，而一旁还贴有当心坠落物的警告标语。代志就发生伫咧昨暝尾暗仔，台北市南京西路中山捷运站边啊，一栋大楼搭伫咧路口的铁路，雄雄为7楼跌落来，大雨去击着一个60外岁查甫人，互伊的头壳红个肿，加在意识清楚，警消嘛联络管会处理，加强巡查。我们也不知道说上面掉下来会扩大到什么样的范围啊，所以也只能暂时这样吧。这个围的地方旁边的话，其实还是蛮危险的，因为它要不是说你指定围一个，它就掉在同一个地方。附近的民众心惊惊，管理员嘛讲，厝虽然已经起40年啊，不过拢有定期伫咧做维护，因为亲像安尼建筑物安全性分做5等级 ，A 级就是无问题 ，B 级是也会使，再来 C 级是有裂缝的所在，D 和 E 有危险性，需要随紧急通报。我们会要求他限期要做一个改善，这个改善如果他没有依规定改善，我们就会加以裁罚，这个裁罚会6到30万。就算顶个月底才当做完养护工程，嘛是无细力发生意外，风体才打走，台北市南西商圈民众设计拄着铁路跌落来，互经过这民众拢会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